大家好，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個鄰近西貢市中心地下大花園2100尺嘅單位，租金就6萬蚊，買賣就3000萬。門口泊到2至3架車咧，門口泊完車都唔影響花園嘅空間。呢個草地花園，帶大家入去睇睇。開放式廚房設計，中間有個 island 喺度，有個客廁。呢個係3上電即熱式熱水爐。呢個係工人姐姐嘅套房。客廳嘅空間都非常好用。呢個單位係4房4套嘅設計。每一層就2個套房。情如曲過只遺留，無可挽救再分別，為何只是失望？填密我的空虛，這晚夜沒有吻別，仍在說永久，想不到是藉口，從未
另外加多一個700尺嘅天台，天台已經安裝咗太陽能。天台就望晒成個西貢嘅海景。望晒萬宜灣水庫、萬宜水庫，更正，萬宜水庫，同埋呢個滘西洲嘅高爾夫球場。呢個海景已經係數一數二西貢區最靚嘅海景，超靚景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